好，來繼續來看台東市的海濱公園，有一個太太啉酒醉栽落大海，當時有一個外籍男子佇遐咧散步，馬上衝落海，把人救起來。啊，這位見義勇為的外籍男子，竟然就是美國職棒大聯盟堪薩斯皇家隊駐佇台灣的球探，名叫做雷森。伊即到台東是要看高中棒球聯賽，以及關心一個國中生投手比賽的狀況。二小佇岸邊貼一個外國人膏藥啊，會當發現講伊正腳有正空。伊佇海邊啊受傷，唔是因為看海，還是出泳，是英勇的救人。我就是來這裡散步一下啦，在我看那個女生，我看她追她腳，她玩一下，她沒辦法回來啊，所以要幫她的忙啊。這個外國人會曉講華語，原來伊佇桃園待真濟冬啊，毋若佇台灣落地生根，佫真有來歷。是美國職棒大聯盟堪薩斯皇家球探雷森。我是堪薩斯皇家隊，我都會看那個高中的比賽，可是那個現在國中有一個特別的好，國中的投手，所以要來看他了。了解選手的情形，為球隊找人才。2017年，伊佇 U18世界杯就上了一個表現真好的投手王志廷，並且以10萬美金簽約成功，成為皇家隊隊史頭一位為台灣的高中也是大學直接吹到簽約球員。哇！這個時候，投手正前方的 Con Baker 手套被打掉了。伊唔來向外找人才嘛，親身培養因後生雷和朴。伊是一個棒球員，三級棒球攏佇桃園發展。捌佇交流比賽投出超過時速150公里的火球，而且球路多變化，外界人講這是明日之星。我覺得他的那個能力是夠好的，那個不是爸爸說，那個是球探說。可是慢慢來啊，他現在在國體。英雄一直救。雷森勇敢救人，和現場的鄉親我都講是真英雄。何芬要求佮做翕相，感謝伊發覺台灣棒球界潛力的新明星，嘛解救一條寶貴的生命。Hello， 我是蔣新梅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